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老人班，也无写批来通知，无张无弛，伊就摇头半现，大主大意，偷偷啊走来我的身躯徛起，早起爱困的中昼时。也是恬静的3更半暝，赶来伫我的骹脖、手盘、喙边，定点做记号。因欢喜甲，讲因已经找到足好的地理，因足敖拉天的，定定笑眯眯，甲我说起。毋免偌久，头毛落霜雪。青春老去，你就报销去。毋免偌久，一张面梦，你就无声无说，无言无语，亲像灶空的火，点点火去。人生的歌唱完啊，人正稀微，头累累，行田花间转去。迄时，天顶星伫我的头壳顶闪烁。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6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敬莲老师所带来《老人班》。所以，今咱邀请吴高芬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的含义，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黄老师这首《老人班》，迄天我去甲问的时阵，伊甲我讲：我当时写这首，我乃毋知影。我讲人是食老才知，你还袂老就知影老人班会偷偷啊扫来你的骹脖、你的手盘，安尼甲你来徛起。这首诗伫2004年写的时阵，伊是刊伫海洋台语文学的第24期，落尾伫这个2008年收录伫伊的《土豆的歌》这本诗集内底。这首《老人班》，你内底有一个是摇头半现摇头半现，大家都知影吼，摇头晃脑的，然后就搔自己的耳朵哈，迄种姿势，咱应该是用想的真好想啦哈。这摇头半现，过来就是大班吼，大班，这个大班安怎写？大汉的大。班大小的大班就是模范的范这个人足大班的这个人班头足好的拉天是什么意思足好拉天呢？但不是讲你甲人咧拉天这个人较爱滚耍笑，拉天咱就是就迄个字架字我那袂讲，你写我那袂讲介歹理解拉手的拉天气的天，用这两字来写拉天两字还有写到这个。报销去，一即搭伊讲报销去，当然报销一般来讲是讲这个物件注销都无毋过伫遮伊是代表的是死亡代表的是死亡还有内底有一个叫定点做记号，咱咧想讲定点，大家应该是嘛捌听过顿点嘛我自早拢讲顿点，像讲迄个
果子啦，像讲我若是迄柳丁柑啊，去互芳定着就有断点。啊，若山啊加放一时啊，原来有断点，啊是有伊即马是拢有套落啊吼，所以咱的果子就较无去互芳定着，啊是去互迄糖定着的迄种断点。啊，老师伫写是写定点吼，啊定点做记号，啊迄就是溜溜啊一个旗，啊是溜溜啊有一个乌点伫遐，咱就讲伊定点，或者是讲断点。啊，老师写定点，伊是写铁钉的钉啊，吼，钉着的钉，所以是写定点。灶骹甲灶坑是无共吼，灶骹当然是规个整个厨房嘛，咱讲灶骹，啊灶坑是以前拢是兄灶，啊灶咱若是要弄火炭，迄个门叫做灶坑。伊也写灶就是那个灶一样是那个灶，啊坑就是空气的空哈，灶坑用这两字来写灶坑哈。这内底有一句讲，亲像灶坑的火，点点火气。灶坑两字，是就是灶，啊坑就是用迄个空气哈，空气的迄个空，迄字原来是倒音字哦，坑坑底啊，咱来读坑哦，啊这搭是灶坑的坑，就是咱的灶，咱咧伫兄火的时阵，咱是咪爱弄火？以前古早是迄种灶，啊咱要弄火炭，弄茶入面迄个门，迄个灶门，咱是讲灶坑吼。啊，灶坑的火点点火气，火气的火，咱是用化掉的化，文化的那个化啊，咱会感觉讲，哪这奇怪用这字无毋对啊，因为咱常在看到拢甲伊写花朵的花，花气来写迄字啊，啊，这是咱民间的用字哦，就是花用这字啊，花气就是表示讲点火啦，啊是咱的灶坑的火，伊要花气，咱就用啊，迄个火花气啊，点火要花气啊，有因行做啥啊？这件事情惨了，糟糕了。那么讲啊，会花起来安尼讲。啊，还有一种你形容讲啊，这病情介严重，可能强强要无灭去啊，可能要亡身去，要过身去。咱来讲啊，伊迄个病破病甲足严重，强强要会花去啊。意思就是讲啊，安尼可能病情真严重，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亡会安尼来讲。所以会花去啊，花去啊，用这个文化的化，化掉的化。也无写批来通知，无张无弛，伊就摇头盘耳，大主大意，偷偷啊走来我的身躯徛起。算入去，咱邀请嘉义市的前文化局长罗万定先生来跟咱分享伊的感受。黄敬莲老师这首老人班真亲切啦原来真生活化，真写实。我相信那60岁以上的四大人啦加加减减啦伫咱的面呢啦伫咱的手艺啦拢会出现到这个老人斑一页一页的这种色素的沉淀啦我想这是岁月累积所出现的若有老人斑，这嘛只要唔是讲伊的变化恶性的这拢是自然的这种身体反应咱嘛唔免因为讲有老人斑就讲爱去做雷射啦这自然的现象，咱就含伊共存所以讲黄敬莲老师伊遮所写讲笑眯眯，甲我讲起唔免偌久，头毛落松懈，青春老去，你就报销去只要时间过人生过去，自然就无去这是一个我真少看人诗人以老人斑做题材黄敬莲老师这首写甲真笑开嘛真正有人生的这个故事伫遮咧唔免偌久，一张面梦，你就无声无说，无言无语，亲像灶坑的火，点点火气。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敬莲老师写诗，王家芬老师讲解，罗万定先生分享心情感受。赵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这个继续空中再会。